就看大师新8点档梦乡。民国48年，西元1959年。阿妹，阿妹，阿妹，村长啊，阿妈，啊你是臭鱼人了啦！我徛安尼紧，我在后壁吼，赶紧要三声，啊你阁无听到啦？是的啦，我就是无听到啦。啊啦，找我什么代志？大代志啊啦，什么大代志啊？找你踅街啦！大头子讲吼，有新型的衫来啦，叫咱吼紧去看啦。好啊好啊，我真正无时间陪你踅街，人家回来，我真正要来海人岛。去海因兜创啥啦？王伯叫我去啊。王伯讲吼，今海要去相亲的。你要去相亲？去啥人相亲啊？我嘛唔知，不过吼，听讲对方查你若什么未歹。喂，啊这就去啊！不管伊生偌水，海人哪会是袂查相亲啊？听也袂使。这个代志，规遐港人都嘛知，海的新妇啊，应该是你才对。村长，你讲啥哩？好啦，甲你讲算笑的啦。你哦，一去水好你我擦！阿妹，你等我一下啦，我要带你去看嘛，海是安怎甲人相亲的。阿妹，等我一下啦，阿妹。小款，恁爸甲你学这术西米咯，有拍无？搞穿衫个先人哦。爸，我无想要相亲啦。啥？无想要相亲？你莫甲我拔头啦！啊，是嘞，你今日上大我煞晓袂记你。哎，过来。哦，即摆都差一泡啦，一泡整理你的，来，阿姐，来，我袂热啦，遮济啦，我袂热啦。济啦，哦，恁爸是啊七姑情八姑情，才甲村长上啊乌一罐呢。来，恁爸甲识倒者。来啦，等等，坐好。来啦，爸。哇！等你甲识倒甲笑夹夹哈。来，两面好，来，两面好哈。我无想要相亲啦。点啦。
还敢若弄了实在有遐缘投就对。啊，你安尼害我人笑死啊！红笑死，上家笑，叫伊来啊！因地拢甲笃笃的，等咧海底饲沙鱼。阿妹来。你哪会来？啊，是我专门叫伊来啊！你叫伊来，你创啥？啊，你是要走去倒啦？要走去倒啦？啊！你这海干啊，恁家甲伊落啊遮缘投，啊，唔通后面啊欣赏一下。行啦，笑死啦！哎呀，爸！是要走倒啦？你要相亲？晓啦晓啦，阿妹啊，来你看，啊，阮海啊，即个海干啊，啊，落了唔知缘投无吼？看啥？啊，你是咧笑啥？哎，这个头就古锥啦。对啊对啊，甲鸡仔喙的，怪感动。哎呦，海啊，缘投呢？你看，人看到我这头开始笑啊！你这，阿爸你拄有讲过哦，若甲我笑的人，你要甲伊放啊海底饲鲨鱼哦。阿爸你等啊，你等啊，你等啊！你慢慢安尼，我随讲尔，你随拍一个红棍互我教。你也毋是无听到啊啦，阿妹啊，伊是学落你啊，对无阿妹啊？你有看无？恁爸母甲你骗啦，毋是我咧臭大啦。你这头，等下去相亲，互迄查囡仔看咧到着，阮人撒着顶八卦。阿妹啊，啊无恁这边小等下，我洗一下手，擦一下衫咧吼。哦，少年诶，漂配咯，有拍。你当时去做这身边拢我哪唔知？这阮阿爸的啦。爸，你甲我骗，你阿爸哪有可能这新啊？爱着透死人结婚迄天才亲过尔，你当然嘛信。哦，这缘投哦。欸，你若知影我今仔日要去迄落，你是阮相亲哦？我知啊，你阿爸甲我讲的啊。阿妹啊，这相亲是阮阿爸的意思哦，你莫叫是我家己姓哦，我才无想要相亲的。干嘛呢？真是的啊。好啦，不过哦，恁阿爸是好意啊。恁阿爸哦是急讲哦要紧抱一个孙啊。喂，啊你这个做囝人，你嘛想配合一下，叫恁阿爸抱一个孙的，哈？金孙，金孙。你敢若足爱我去相亲的呢？啊相亲哪有啥唔好？而且哦，我跟你讲，你即摆紧娶一个某，我唔知头家己说头生奶对吧？哎，好啊啦，我跟你讲吼，你若要去相亲，就要结到大班，你知无？嘿吼，你耳孔就要拍互直，目睭要有眼神，啊讲话要叫较大声，你对方的家庭看到你吼，才会介意，你知无？会晓无啦？别人介意无介意无重要啊，只要这样什么？阿妹啊，你老实讲哦，我阿爸甲我热这个头，到底有好看？在，好看啦。好看。你阿爸讲的啊，你这条头若徛查某囝看到，为啥着你的？讲真的。真正的啦，骗你要创啥？袂我啊，咱差一点啊，互你杀掉。歹势啊，村长。老实讲，我对你无啥兴趣。喂，我甲你讲真正，你踩你水面，我想杀你哦。讲咧相亲哦，就爱较欢喜咧啦。啊是讲福州嘛，哪袂来啊？上好是莫来啦。你即摆是咧讲啥？啊，莫人婆啊无来，咱爸仔囝是要踮遐做镜头哟？阿翁啊，莫人婆啊来啊！阿翁啊，福州嘛，啊你来遮熬熟啦，啊阮拢存好咧等你啊咧。啊好就行啊，咱嘛已经咧等奶奶呢。安尼哦。嗨啊！啊等着行，搁差点要创啥啦？小梅啊，春条啊，行啦，来大老远啦。好啦，好啊。翁啊，你爱传的红包有传好势？嗨啊，恭喜哦，你相亲了呢？啊，
容易啊。喂，要相亲呢，较笑面的啦。嗨呀，紧的啦，这袂远的，啊，唔紧行。行啦行啦。哎，较紧的。较紧的啦。啊娘喂！啊，你这个头是啥甲你用的啦？敢袂做高佬的？实在是有够歹看的啦！春秋啊，你嘛感觉做歹看对无？原来你拄则是甲我创治哦！无嗨，我甲你讲算笑的啦。这款代志敢会使讲算笑的啊？阿妹啊，你是毋是甲春秋共款，拢要看我闹屁啊？无啦，哎呀，我无这个意思啦。无彩，我甲恁当做遐好的朋友。好啦，歹看就歹看完知啊啦，惊啥？爸，惊，咱来相亲啊！阿王啊，啊海也是去食唔着药啊哟，啊火气遐尔啊大。我哪知啊？阿妹，啊，当阿海的个性，你嘛真了解，你莫学白想啦。八阿伯来看相亲好无？好啊。敢唔惊？阿妹啊，真歹势哦。无要紧啦。来来来，阿 Q 啊来啊啦，阿 Q 啊来啊！互你两个吼，坐小对象，互你两个相一下较有咧。嗨啊，啊人个水姑娘坐喺你对面，啊你哪会搁头咧咧啦？有你头嘛掠起来，啊人看一下。啊若无吼，今日相亲是相啥物意思啦？哦，我知影啦，蔡爷个性吼较避暑啦，即马歹势看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有敢若底豆油啦，伊是准备吼留喺后边吼，一世人慢慢啊看啦。我讲对无？嗨啊！对啦对啦，阮遐的个性吼，就是安尼啦。啊，搁再讲哦，啊，规村的人吼，嘛拢有熟悉啦。啊，海啊，甲 Q 啊，自本就熟悉啦，都毋是讲毋捌看着无。真诶啦，拢嘛咧讲，讲海啊，这个囡仔吼，真古意哦。阿 Q 的母啊，若你讲即句话吼，绝对是内行人讲的啦。即摆少年家啊吼，虚华的济啦，啊饼实的少啦，啊干巧的吼嘛足济，啊若调伫古爷吼，啊搁较少啦。啊来当找着海啊，即款查甫囡仔做囝婿吼，真正是恶找哦。我知啦，人阿海唔来去啊，阮阿 Q 啊咩？袂啦袂啦袂啦，绝对袂啦。阿 Q 哦，生得水搁骨力，啊规村的人拢嘛知。阮天家会当带阿 Q 来做新妇，迄是阮的福气哦。迄是你唔甘嫌啦。海啊，啊你若爸的意思吼，已经足明啊哦。啊人正人吼，嘛拢安尼讲啊。啊你这个未来的囝婿吼，啊无嘛赞一下声咧。啊若搁惦惦唔讲话啦。啊，好，即摆我是要替你管落啊！海啊，要讲话啊啦，要讲话啊，讲啊，紧讲啊！是的啦，我还无是要结婚。海啊，你谁臭啥你啊？海啊，海啊，讲即句话是啥物意思啦？是啊，是啥物意思？你来做走去啦？歹势，无歹意，无歹意啦啊！一定是咧欺暗阮阿 Q 啊啦！我来甲海啊看卖者吼。这人免让我家来好啊！我这个囡仔无啊哦，真正是恶做哦。等下吼，我才跟我阿讲啦，安尼，实在。互阮真无面子，你知无？我知。是啊。
创啥啦？啊，你相亲相我一包做你炒，你老爸是歹做人的呢。无你是偷摸洗沙某上，你嘛应一声。喂，无你是咧搞啥？你咧生气哦？你是毋是咧气讲，阮拄来讲你头毛无好看？好，你真正咧就生气哦？好啊，你就是要插我？啊？好，你若真正要插我，咱来找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喂，哦，现在要我找哦你？喂，其实吼，老你阿爸嘛是好意啊，甲你洗这头，我因想讲吼，你要去相亲。甲你洗甲因兜的啊！啊，若我是无迄个意思，我要甲你创伊。迄已经无重要啊。啊，无你是咧气啥啦？气规工啊！无啦，我要顺便整理一寡物件。袂使啦！你老爸搁伫阿去人兜咧等伊呢。你家讲啊，我暂时无想要结婚，我也袂去阿舅因兜啦。喂，你这边都买底来哦？真早哦！你今日实在无应该来。是安怎？话也唔讲清楚，敢讲我笑？什么意思？钱必须忘你啊！老人相亲相我一半做你走的啦。从头到尾拢是你讲要去相亲，我也无讲要去。你讲的什么笑话啊？本来相亲就是你的代志，啊，这袂使我当作甲你无关系共款，啊？你啊当作啥？少年，你一点尊重我都无吧？阿爸，我哪有啊？你讲要去相亲，我嘛对你去，这毋是尊重你，啊无是啥？你讲要偌什么海角仔头，我嘛点点互你变，这嘛是尊重你啊。结果咧，害我去互人笑毋知，我敢有讲啥？我嘛乖乖徛迄个宴头去甲人相亲啊，这敢无够尊重你哦？好啦，啊无咱下摆吼，咱莫偌海角啦，咱偌别款啦。我才袂。哎，我小牛者啊，你来去下摆，好，要下摆，大家下摆，你今仔甲我讲清楚。现在相亲相我一半做你选。阿爸，我嘛是迄个福晋嘛，伊若莫讲啥物动力要刮落，我嘛袂避免啊。啊，当然我袂用的哦，等我你无开阿 Q 啊。阿爸，阿 Q 啊看起来是一个真乖的查某囡仔，但是安尼就好啊，啊，啊行啦，你还阁无满意？无啦。你这颗唔正经，你实在唔知哦，天地几斤重啊！是咱即摆福晋嘛要摕去相亲啊，
我也知。因为即摆哦，是阿 Q 因老母主动甲福州嘛提起的啦，讲阿 Q 对你有意思啦。你个厉害，你即马知影代志大条啊吼！阿 Q 因厝哦，迄船啊是几啊台呢？因阿爸还未过身之前哦，踮咧咱这个所在是原来有头有面的呢。论家世，论背景哦，对点去输人。人无气嫌人都袂歹，你讲气嫌人，你是老兄哦，你要看人无点。你敢知？我拄下要出来的时候哦，看到阿 Q 迄目眶红红的，我看了上够歹势，歹势到这头都行袂起来哦。阿爸，你若唔较早甲我讲的啦，我若早知影，我就袂对你去啊，加互人伤心的。你也知影人会伤心哦，安那算你有天良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今日代志你也甲我讲得清楚哦，要若无你爸是袂放你煞。阿爸，免叫啦，我是要听你以为，唔是要听你话休的啦。什么理由？讲来听。你唔讲，是要讲啥啦？我就无想要遐早结婚嘛。骗小的！恁爸比你较少年的时候就起笑啦。我才唔相信哦，你无想要较早娶某。你点我输你啦，我无你遐厉害。啊，免点啊牵拖啦。我讲哦，你唔讲，我是要用药的哦。你也毋是咧拍听袂讲无聊。好啦，我药出来哦，你就袂讲我无聊啦。有才调你药啊？其实哦，这也免啥想药啦。你心目中哦，敢有阿妹啊尔啦？安怎？互我药甲准哦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你心目中哦，敢有阿妹啊尔啦？安怎？互我药甲准哦。
定定走阿梅因厝啦。啊，到即摆外口哦，拢嘛风声透透啦，讲阿梅啊犯死以后会嫁迄江医生啦。我不爱信，阿妹从来也毋捌甲我讲过啊。啊，无爱信，你不要紧，出去看卖啊。人佫讲，迄江医生哦，住恁厝住几啊工啊了。有影七仔甘就七仔甘啦，啊，你爱一个查某爱甲遐尔啊忙。喂，阿妹啊，你过来搞生气啊？我早就你气饱。哎呦，上早迄阿海也袂当讲出去，我嘛你来你搁讲。好啦好啦，阿伯拢唔敢。不过吼，阿海啊，今日真正怪怪的，我毋捌看见这么生气过。好，我来找哈。秋秋，出来，我入去内底开讲一下啦。好啊。出来，莫为遮咱有后壁面。做啥啦？等下我再来讲。我来做贼嘞。买了吗？是啊，你看你比我好啊！买了，哎呦，就这样，扣扣，哎呦，你看这只无伫做袂使啊！为什么哈？我老母无伫啊，我老爸毋知有啥物代志，我来去遐看卖啊。你先去我房间等我。扣扣啊！阿爸，阿母无伫的，有啥物代志啊？阿梅，阿梅啊，你替我传几领衫裤吼，阿爸买来台南一撮。阿爸，你要台南创啥？要来开会啦。阿爸，啊你毋是去开会开错就转来啊？啊穿衫要创啥？莫问遐济啦，啊，去啦。阿梅，这几工叫了你啊？袂啦，江医师。阿梅，我甲你讲几啊摆啊，叫我大声就好啊。
无啦，我拄仔伫遮经过，我要来走啊！阿海啊，啊，我给你介绍，这位是我的学生啊，魏达人，高医师。你好，江大山。哦，阿海啊，是甲红妹自细汉就斗阵大汉的好朋友。安尼哦，你是在地人？系啊，讨海啊？系啊，真好啊！台湾市民挖海，讨海真有出息啦。啊，对啦，有出息啦，确实有赞啦。阿海啊，你的个性吼是愈来愈像你老爸啊。使咧，咱行啦。孙家啊，大山啊，啊你想怎？哦，伊可能真少甲人握手，拄则想要出来啦，我手才煞转去。阿妹啊，你阿兄出去遐济年，拢袂转来啊？你问这个要创啥？无啊，我听陈先生讲啊，当初是先生将你阿兄逼走的，你敢有影？为什么哈？莫问遮济啦。大概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阵，你甲先生的态度拢共款，足神秘的。毋是阮身边，是你吼伤爱问啊。我才无咧。哎，你想看觅吼，天下间哪有做老爸会逼家己的后生走咧？这其中哦，一定有原因。哎，是毋是？你阿兄收过贿赂哈？春瑶，你嘛袂讲好无？阮阿遐人足好个呢。够衰，讲算笑拢欠袂。谁甲你逐遍讲话拢无分寸？啊，歹势啦，我毋是故意啦，阿妹。啊！哎呦！你老岁啊，我带你去膏药啊。毋免啦，这相片是我的纪念呢。阮阿兄哦，入去厝已经12年啊，毋知当时才会阁倒转来。这是我的纪念，我要再来用歹去。毋是，我绝对无这个意思啦。无这个意思。你莫叫是讲我嫁袂出去哦！我甲你讲啦，想要娶我的人排几个咧啦！今日这条线你永远拢家去的。阿舅啊，你听我讲啊，阿舅啊，你听我讲啦。啥物啦？阿舅啊，你听我讲啦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，一生只
啦，我唔是听故意的。你哪会拢唔爱讲话啊？笑啥？你搁笑出来啊？无啦，我要转来去啊！再见吼，再见，再见啊！笑啥啦？哎呀，你知影你真正有知影囡仔演你知影？你还是创啥物啊？哈！啊，这是生米就是恁爸哦，带某穿的，甲要喝到遐酒落去。搬咧水顶，搬咧水底，拢是阿 Q 害的啦。阿 Q 啊嗨！嘿啊，就是甲我扯来海底的呢。啊，莫点仔分家规啊啦！啊，像阿 Q 啊，这尔乖巧的查某囡仔，伊会甲扯咧海底。啊，无你去讲问看卖啊，足侪人看到的呢。啊，免问啊啦，我唔相信啦，这个无可能的嘛。阿爸，啥人我讲的话你拢无爱信啊？我当然嘛唔信。你看，我咧食啥？为啥？这猪脚，啊，这是面线。阿爸，你哪有这通好食？香啊！这用蒜头咧欠香啊，搁滴几滴仔麻油咧哦，这味你敢捌食过？啊，敢有想要试一下哈？这是要？嘿啦，内底啊，阮甲面哈转来啦，我要食猪脚面线啦。入去来哈。阿爸，算起来这，啊，你入去看。阿海啊，你要食猪脚面线啊？来，今晚互你。多谢啊。阿海啊，嗯你要尝香姜啊无？不要用，啊，胡椒嘞？不要用。啊无吼，你若有啥物需要吼，再甲我吩咐啦吼。哦，歹势啦，啊，甲你算一个脆皮吼，啊，搁害你跋落去海底，啊，这猪脚面线吼，是要甲你缀惊坏死的啦。王伯啊，你食了啊？说甲打，好食。啊，搁要来无？咁样有？当然有啊。搁说一下咧。但我嘛无问题，放内底。阿爸，啊，这有啥物状况啊？人阿叫啊，专工走来遮煮这猪脚面线，互咱说。啊，你搁人讲歹话。不过，这我真正是搞啥落去海底呢？嘿，你搁讲，你就免说。咱爸囝拢共正头的啦，遐一碗猪脚面线，啊，大王买收呀。王伯啊，哈哈，面线来啊。啊，这碗我啃了到咧，
让迄长煞砍落起来了。无咯，王伯啊，内底还阁有呢。啊？啊，佫有啥？去你来照看就知影。王伯啊，你嘛吼，高柳鸡啦、饮时哦、山楂包、金针排骨汤，较等下佫炒一下青菜。上重要的吼是这项啦。王伯啊，你上爱食咸水节啦？嘿，阿 Q 啊，你才来一搭久啊尔，一款人变遮侪菜啊？这吼，有诶是在遐现煮的啊，有诶吼胃出内底炸来啦。王伯啊，你吃济啦，我来炒一个青菜啦，吼。我实在有影吼，小可爸爸。对，我嘛共款的。啊，这间食袂出诶。我嘛共款，食袂落，食袂落。等下啦，你拄啊无听 Q 啊咧讲诶，这咸水鸡啊是阿 Q 啊，专工要请恁爸食。哎呦，爸，你著食较济啊，迄剩一丝啊，我食死哦。这个你要做阮囝？无鱼，菜嘛好。这间不到哦，会去订破了哟。无问题啦，等下恁爸哦来便所啊，酷酷的就好啊。是啊，这个阿 Q 无问题啦。啊，是有啥问题啦？哎，无代无志走来咱兜煮一大堆的物件互咱食，一定有问题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讲咱拄啊食遐物件，啊有掺的鸟鼠药要甲咱偷哦？的确，不过一定是有啥物阴谋。阴谋你真是偷啦！你个包我的头！讲你戆哦，是啊，也戆到袂地周啦你。叫来咱遮传这顿吼，就是要表现互咱看啦。意思讲伊哦，有够迄资格来做咱平价新妇啦。我哈，天啊，等下叫要转去哦，你就共送咧。我无爱。什么无爱？人传这顿互咱食，啊你共送者是会死啊哟！这顿你嘛有食着啊？你食比我较济咧。要送你家己送。但你讲的是什么笑话啊你啊？这顿吼，恁爸是问你的福气哦，才把食呢。阿 Q 啊吼，是为你来的呢。论迄人情世事，你也无共送哦，是比迄猪狗还佫不如啊！你这讲我想歹听。王伯啊，内底吼我拢订好势啊。Q 啊，好啦啦。你哪安尼客气啦？若无啥物代志吼，我要先来转啊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啊海啊，就送你转去啦。嗯。阿 Q 啊，你若转去哦，甲恁老母讲王伯啊吼，人唔好啦。我知影啦，无吼，我来转啊。啊你佫插点仔创啥？我养散我，你进来啦！食甲咧巴圆圆哦，笑到好诶。到底是咧送我，还是咧甲我地啊？你若无想要送我转去吼，袂要紧啦，我家己转去就用个啊。呀，毋过吼，你上好较等才转去哦，若无你阿爸会甲你骂呢。好啦，你送我一只就好啊，再见吼。
回去好啊。唔通勉强哦。阿海啊，我问你哦，你是毋是在甲伊红梅啊？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，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阿海啊，我问你哦，你是毋是在甲伊红梅啊？免奇怪啦，啊，这代志吼，庄仔头的人拢嘛知影，啊，我若唔知影，毋过较奇怪。你唔好听人后白讲啦。敢真正是别人在黑白讲？你的意思是讲，你无介意阿梅哦？啊海呀，你这个人吼，真正是袂当讲白贼啦，因为你若讲白贼吼，随互人抓包啦。你老实甲我讲，你是毋是真正在介意阿梅？你看啦，你就是安尼啦。明明是一个讨海的查甫囝，啊做代志哪会拢安尼温温吞吞啊？你明明就介意阿梅，讲唔敢讲，啊明明无想要相亲，讲唔敢拒绝，明明无想要送我倒转去，啊搁偏偏咱爱对路啦。啊海呀，你安尼做吼，颠倒会去伤害着别人，你知影无？你毋要送我转去啊？你若真正有时间，你应该去找阿梅。我最近听讲有一个姓江的医生，常常去因兜，这你应该嘛知影对无？介意阿梅的人哦，毋那是你一个啦。你若真正介意阿梅，你就应该吼，甲话讲好清楚。但无，伊早晚变成是别人的某啊啦。啊。啊海呀，紧去啊！哦，多谢。阿妹，阿妹，阿妹，海啊，你叫你我来创啥？门开者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哈。代志要甲我讲，我先甲你骗哦。你若是因为你是代志要过来甲我骂哦，我是要甲你开门。袂啦。你卖豆油了袂？啥物卖豆油？不要滚水，我啉一下。开门，开门。够啰嗦。创啥啦？我真正有代志要甲你讲啦。我家己来。无你是啉煞袂啦？足水啦。好，你即摆茶也啉煞，啊我人也坐伫遮。好，你若要骂做你骂，我绝对袂甲你应喙。你骂。我毋是要来骂你的啦。啊，无你来创啥？我要问你一件代志。问我代志？什么代志啊？恁兜最近是毋是来一个江医师啊？是啊，安怎？你甲伊是啥物关系？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
你甲伊是啥物关系？伊是阮阿爸的学生，伫日本嘛是阮阿兄的同学啊，安那？毋是啦，我是讲伊甲你是啥物关系啦？我都毋是甲你讲过啊，伊是阮阿爸的学生，阮阿兄的同学，你是要讲几遍？你无了解我的意思，我是讲伊甲你啦，你哦。你是要讲伊啥啦？我简单讲的啦。就即马外口咧风声，讲你以后嫁予迄个江医师，敢有影啊？嗨啊！你这是讲啥你？这句话是谁讲的？无外口拢安尼传的啊。气死敢我迄个风声拢是假？当然嘛是假，我无代无志叫我讲大声要创啥？毋过伊最近毋是拢住恁兜？我是啥讲伊住阮兜都爱假，是啥规定的啊？较细声啦，我哪会困？安尼，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，即马还有第二个问题。佫有第二个问题？嘿。吼，我已经是咧安怎？毋是下死命共骂，就下死命共问。哦，你是后到有开始？歹势啦，我一生的幸福拢决定咧今仔日，所以当然嘛会较奇怪淡薄。会请姑娘多包涵吼。唔免包涵啦，但是啥物问题啊？阿妹啊，我问你哦，你我已经生三母笑了，哭哭白啊！我会问，你不爱问我不爱插你啊？无安尼，我换另外一个方式讲好啦。安尼哦，假使哦，我若去介意着一个查某囡仔，我也毋知影迄个查某囡仔对我有意思无？我要对伊表达一下好。哦，嗨啊！原来你有介意的查某囡仔哦。既然你相亲相了一半，做你走。紧，我讲你查某囡仔啥？啥？是我想问你的呢。你想要讲一个啥？袂使啦，你要先回答我的问题啊。好啦，我跟你讲，假使讲吼，假使讲你对个查某囡仔的感觉是迄款的，透早起来食早顿来想，中昼咧做事来想，暗时还要困嘛迷茫伊，这个真正对有意爱。安尼哦，安尼我想看卖。哎呦，是我惊死！喂，我跟你讲，直接去问伊。直接问哦。哈？安尼敢好？那唔好啦，直接问就好啊。万一伊若无介意，我要安怎？哇，相遮好搭，甲记住阮阿海啊！我甲你讲啦，假使若拄着即款查某囡仔，你学恁阿爸迄招，总会等落海底饲沙伊。啊？到底是啥？你甲我讲啥？你甲我讲，迄查某囡仔是啥啦？迄个查某囡仔就是啥啦？就是阿母，我伫遮。相机讲啦，哎呀，你伫遮哟。我来真少人咧，想要哪话较大声声呢？你吵着，歹势。袂啦，我还袂困的啦。哎，阿妹啊，我有一件代志要问你，恁开讲讲完未哈？讲啥？讲啥呀？阿母海啊，要听遐坐坐无？免啦，多谢啦。我连刚再过来。你要走的哦？我先走。要走呢？我先走。什么代志啊？恁阿爸有甲你讲，伊去台南要创啥无？伊甲我讲伊要去开会啊。开会？哪有人迄落开会开规暝啊？阿妹啊，
你有感觉恁阿爸吼，伊最近安尼怪怪无？无啊，是安怎想？我感觉吼，恁阿爸敢若毋知有啥物代志伫咧甲我暗看。最近啊，迄个江大山定定来咱厝内，毋知是有啥物代志。恁阿爸吼，若看伊来，就无迄个心情去甲人看病。两个人定定关在房间仔底，也毋知是伫咧讲啥。迄个江大山啊，安尼鬼鬼祟祟啊，即款人哦，一看就感觉我实是足无正派。阿母啊，你莫有白想啊！咱若无做啥物歹代志啊，哪会惊人甲咱害着啊？啊，你到底是咧烦恼啥？我嘛毋知影，我都安尼感觉足不安的，敢若袂输啥物代志要发生共款。老师，安怎？甘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，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甘。迄个是红红花未开的时阵，足红足水红红花，凄厉。真理花长心香，双人齐转去又讲，有话想要对你讲，在通也哎，少年嘞，啊，今日看起来心情敢若袂歹吼。迄当然咯。这讲起来吼，拢是恁爸功劳啦。你哪有啥物功劳？哎，你若讲安尼，啊，昨暗嘛毋是恁爸甲你甲阿乔啊两个杀做堆，你今仔头安尼花头喜面。照你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呢。少年嘞，啊你昨暗啊有发生啥物代志无？莫问这啦。骗笑的，啊恁爸问一下煞袂用去。
啊你阿舅安怎？哇，你咧讲啥啦？莫点仔假啊啦！我甲你讲啦，去甲阿舅的因厝10分钟就听好来回啊咧。啊你遐一款楼去要到几点钟诶？啊想这中间，啊恁两个是咧创啥？阿爸，你莫咧黑白想好无？其实我是送阿舅，送到一半路我就先走啊。啊你是去倒位啊？阿文因厝的啊。你送阿舅啊？啊送到半路，啊你去阿梅因兜？嘿啊，是阿舅叫我去阿文因厝找伊的啊。啥话啊？啊，舅啊，叫你去找阿梅啊？是啊。啊这，哎呦，我这船也不会显哦。你家己头壳讲，你牵拖船哪会显？唔对咧，啊一个查某的去爱一个查甫，啊佫叫这个查甫的去找另外一个查某的，天地哪有这条理的？代志大条哦。一个查某爱一个查甫的。阿爸，你真正是现存哟！啊，家己一个人伫遐细细念咧念啥啦？哎呀，你是去找阿妹啊？创啥啦？我本来是想要去问伊，看伊对我有意思无啊。哟，伊安怎讲？啊，结果就还没问到，啊，先生娘就入来啊，我就歹势，我问落去啊。啊，不过我还有问到另外一个秘密呢。秘密？什么秘密啊？啊，就迄个江医师啊，其实伊是林医师的学生尔，阿妹根本也无想要嫁伊啊。啊？对啊吧？所以外口的风声拢黑白传的啦，我搁才有希望咧。看，较细伊啊！希望你一颗乌汉钱啦！迄代志吼，你若是还要牵拖落去哦，恐惊以后哦，恁爸就无迄猪骹面线通要好高度啊！阿爸买啦，你放心啦。今日鱼啊钓较高着，有头互你效果啦。嘿，狗囡啊！我感觉老师的病情应该都还有先生有知影，也若无到时阵。我实在无法度认同，老师你的做法。我即马总算会当了解木村遐的痛苦。木村一定唔肯原谅我，对。安尼嘛好啦，上好是永远莫原谅我，永远莫我转来台湾。老师，你随时安尼讲，也毋过心肝内毋是安尼想，你是替木村遐设想，惊伊转来出代志。老师是一个多情伊阁专制的人。说出去。你知影我毋是咧胡白讲。老师是一个值得敬爱的人，也毋过真正爱老师的人，就会痛苦死啦。因为老师事事项项拢藏伫心肝内，无要互知影，嘛无爱讲参详，拢家己一个人来承担。查甫人本来就是应该安尼。老师，只有无出头的查甫，才会互痛苦甩互家己无囝来承担。无村这方面，都会搁较加强嘞。老师，我袂当安尼讲。好啊，莫讲这个啦，哈。
我有一件代志，一直想要问你，什么代志？你是不是真介意阿妹？敢有需要我跟你斗相共？我家己会晓啦。只要老师你莫反对，安尼就好啊。老师，老师，老师啊！老师，你免讲，是火啦，无要紧，无要紧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阿妹，我起来啊！生到目睭拢闭袂紧，就是安尼困袂去。阿母，为什么寒着哈？你对无爽快无？啊？我无病啦，敢若困袂去尔啦。阿母啊，我看等阿爸转来，你互伊看卖者。你若逐工困袂去嘛，毋是办法啦。免啦，我会困袂去哦，一半较惊哦是伊害的啦。最近哦，困到半暝啊，伊若毋是安尼变来变去，啊若无就是喊面哦，全讲一寡我听无的话，互吵到安尼，免讲嘛袂困。倒啥？伊敢若要甲别人看病尔，伊拢看无我的你妈咧讲倒啥？倒啥？病。好啊啦，我甲伊做30多年的翁仔某啊，伊是啥物款人，我免来毋知。外人毋知哦，拢讲我好命，嫁着好安尼。他谁知影？我敢才想要像外人讲的遐好命遐。我一个后生甲放出外面，10几年拢无转来。恁多少无甲我安慰，无打击，阁不将我提起。阿母，阿母，其实哦，小兄无转来，咱嘛会使来找伊啊。啊，你毋敢坐飞机，咱坐船嘛会使啊。免啦，恁岛上的飞机哦，最近足够。咱还是莫去掠伊。讲到无出力哦，我有当时啊甲想想的，我的亲生囝，可是我这个零查某囝。莫安尼讲。阿母，你想要食啥物无？我来买互你食吼。我无胃口啦，你去摕2粒安眠药我食，我头壳痛了。袂使啦，阿母，安尼又袂使互白食的啦。食2粒啊，也袂死啊，去啦。袂使啦，阿母。去啦，去。阿妹，你有打电话找恁岛上无？啊，找有无？几夜无转来，伊是走去倒位？我拄仔打电话去江大山遐，找无着阮阿爸。阿母无时等下我敲看卖安好。免敲啦，伊个囝拢共一个款，若出去就袂再转来。这间厝袂出是我一个人艰苦。
个传我啊！啊，家己有咩意见？有咩后袂讲啊？阿爸，啊袂啦，迄若互阿妹听到，我甲你避面哦。避面，卖避面啦！哎呀，你是牛仔来啊啦！哎，嗨，你头前呢？阿妹，你莫后袂讲啊！阿妹，哎呀，阿妹啊，阿妹啊，我有啥要互你啊，阿妹。阿妹啊，阿爸就想要知影，你即马敢有介意的对象？无啦，阿爸，你问我这啦。啊，若是讲吼，你若是无反对，你甲大山的婚事就紧办办咧。天光不敢起床，不愿将梦拍断，梦中声声句句，问你敢有想阮？问你敢有想阮？恨你无分无寸，为何夜夜放阮？为你袂食袂困。问你敢有想阮？恨你无分无寸，为何夜夜放阮？为你袂食。